屏东车城是有民众看到这台湾狗去互车弄着伤，赶紧通报农业处来救。结果这外包的单位是敢若撒一卡纸箱仔甲水果篮，就要甲狗载走，佫无要随送病院。落尾这只狗山仔是不幸死去。而且，就佫有另外民众跳出来讲，这外包单位实在是有够无专业，真正捌通报因来掠蛇，煞甲这蛇母死，要求这农业处都要检讨。他说他明天才要送医耶，可是明天动保处也休息呀。看到人仔内底火车弄到的高山，因为担无救援，民众是着急甲心肝火倒。民众初五下晡经过屏东车城，看到路中2只台湾高山火车弄到，先甲高山刷去路边通报农业处。想要到对天光，等到天黑，等到农业处委外人员炸一卡纸箱仔甲水果篮，互民众是气甲规巴都火。笼子是我们带的，然后他居然要拿这个笼子也要装它，这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多方联系，仍没有医院愿意收治。那当天厂商比较匆忙的前往，造成装备携带可能有不充足的情形。这部分呢，农业处也会行文责成厂商立即改善。因为担无专业人员的即时救援，当上的迄只台湾狗最后也是往生去。但是屏东农业处的委外团队防碰无够专业的，佫唔拿这件。农业处委外人员用蛇夹掠蛇，一夹着蛇就带来对树啊顶救落来。对今年初就煞煞有人向农业处反映，讲来掠蛇的人动作伤粗残，无论大尾细尾，有毒的无毒的，拢用蛇夹掠。有的揪甲皮拢溜了了，有的头直接夹断。看伫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眼内，真正就唔通。你应该是要有受过一个专业的训练。我认识的还是我们之前在执勤。我们都是用防咬手套去控制蛇，这样子就很好的避免它会因为蛇夹而受伤。安全蛇夹它也有一定的几率会把蛇夹伤。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动保志工，看到农业处委外团队对待动物的做法，拢感觉真心痛。农业处表示会督导厂商改善，加强专业能力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屏东采访报道。